香港啲通識考試走嚟問香港政黨，其實都幾搞笑㗎。不過題目就避重就輕，冇直接提政黨呢兩個字，題目度只係寫政治組織。既然大家都當佢哋係政黨，點解份卷就寫政治組織呢？首先，因為香港冇政黨法，所有我哋日日講嘅政黨其實都係以公司名義或社團名義註冊嘅團體，即係話響法律上冇承認任何政黨存在。陳大文中成藥公司可以係一個政黨，而社民連其實可以係跑步鞋公司。第二，根據較嚴格嘅定義，只有以執政為最終目標先可以叫做政黨。個別組織好似工會，只係就特定嘅議題向政府提出訴求嘅，係叫做壓力團體。咁香港有冇機會俾佢哋執政啊？係冇嘅。由於特首唔屬於任何政黨，佢叫邊個坐響行政會議，邊個做司長，真係好睇佢心情㗎。另外，而家坐響立法會，日日叫唔好嗰啲，其實都係壓力團體。所以份考卷用政治團體四個字，而唔係政黨，客觀上已經話俾你知，連考官自己都覺得香港啲政黨冇鬼用啦，所以都唔知問嚟做乜。咁政黨係咪一世都響張凳度叫唔好呢？人哋逼你嘅，咪自己諗辦法咯。好似嗰班泛民係唔係冇機會直接影響到政策啊？睇翻佢哋響特首選舉嗰陣，明明可以偷雞，分分鐘做埋 Kingmaker。咁你話之後撈唔撈到啲油水啊嗱？就算唔做司長，攞翻個副局長嚟做都好啊！搞政黨搞到咁鬼迂腐，毫無政治智慧，邊有得搞啊？所以呢條問你香港政治組織有冇用嘅題目，其實答案好清晰。政府衰格，政黨冇用，考官心目中都有答案啦，問嚟都多餘嘅。